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我的心情挺靠上主，伊是我的帮站，我的盾牌。我的心因为伊来欢喜，因为我靠伊的性命。请咱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诗诗24首，我心学罗至关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咱阿头来祈祷。是阮的天父上帝，愿要感谢你。即马是10月天，天气变化真济，又弯阁有风台来。感谢主保守全台湾平安经过今年每一个风台，嘛感谢你兼选管真侪你的子民，特别是 COVID-19 了，大家拢转来教会聚会，做伙敬拜。愿你保守看顾即届耶和华礼拜，有较侪兄姐转来公园教会即个大家庭。大家斗阵唱歌、赞美、分享美好的见证。这时，阮要安静伫你的面前，听你对阮所讲的话。因为主，你的话就是阮活命的灯，嘛是主你要引带阮的路。今日你彩排所愿良长老伫阮的中间，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路途的迷仔。恳求心情做工伫阮中间，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上帝的帮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三角来交读启文第8，就是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球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请咱三角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24、19、26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犹原是一粒尔尔；若死，就结出真侪麦仔。疼惜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伫即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的，会保守性命，直到永远活。人若是服侍我，就对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嘛服侍我，我的爸会予伊尊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这时要请新生小诗班来赞美，因要所吟的诗歌是赞美伊大尊名。
这时请苏元良长老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骆驼的尾仔。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今早起真好的日子，真好的天气。主日你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谦卑阮的心，安静阮的心，来到圣殿的所在。阮伫遮恳求你的圣灵教阮伫地，互阮即个敬拜诚侪芳芳的祭，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来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骆驼的尾仔。我毋知咱偌济人是有正式的背景，看过猪啊，还是讲马啊伫土里成长。咱今日去讨论圣经，甲咱讲，马啊若无落伫土里死，永远就是一只马啊。但是伊若是死，骆驼死，伫遐将来就会去百倍、千倍。死即个字，讲无伫土里，无落伫土里死。也是讲，若是死，落伫土里来死，拢讲着死伫好好本的圣经内面，有时嘛用舍己、放杀家己来表达这个意思。以弗所书第5章25节有安尼讲，恁做丈夫的来疼恁的太太，亲像基督疼教会，为教会牺牲伊的性命。伫这个所在，伫好本的圣经。讲，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伫这个所在，台语圣经讲是为着教会来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呢，若伫和合本的圣经讲，疼恁的某，像基督安尼为着某来舍己。若用台语的圣经来讲，就是讲，恁着疼恁的某，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来死，为着太太来死一样。英文讲 ，Love your wife just a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He gave up his life for her. Her 就是教会 ，gave up his life 就讲死，为了教会来死。所以英文版的圣经嘛是讲为了教会来死。换一句话讲，丈夫嘛是需要的心，要为着太太来死。咱中间真侪人结婚，我今仔直接真严肃问大家：愿意为太太死的人请举手。无介济呢。但是我嘛真感动，有人举手吼，可能你未赴通举手也无得空吼。我搁用一句话，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愿意为了太太来做改变的人，请举手。有即个人较济吼，所以可见为了太太来改变，来约束家己，甲你的自我、甲你的脑我压制落，来为着伊做这样代志人，感觉大家有较勇敢。为着要伊太太来死人，感觉无遐尼济会款吼。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嘛，我咧记载讲，人若要对我，就爱和本讲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伫台语的圣经内面安尼写，我感觉伊写了意思更较好。用人若要对我，就放杀家己，也以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人若为着要对我来死。死了就无法度去背十字架来对耶稣，所以台语的圣经直接翻译了，靠讲人若要对我，就要放杀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实际上，骆驼的尾啊，伫生物的角度看起来并无死。一只尾啊死就是主互熟悉去开始死，伊袂去发，所以尾啊是主色开始死，骆驼并无死。骆驼的尾啊，伊的生命还固伫咧，但是伊在经过一番的改变，不过伊的生命还伫咧。所以以弗所书他所读5章25节所讲的讲，恁做丈夫的，就疼恁的某，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来牺牲伊的生命，其实是讲爱为着太太来改变。比较讲起来，基督为着教会。伊道成肉身，就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迄个道就是基督。所以伊道呢，伫遐成做肉身，降世做人，甚至钉伫十字架顶，为着咱人不但来改变，为着咱人来牺牲家己的利益。所以是较讲来讲，改变家己，放杀家己的利益，为着咱
来行一步，伊本来无共款的路。马仔若是落伫土林，就会改变伊家己，较会当结出搁较侪果子。人就爱放杀你家己，爱舍己，爱改变家己，较会当有丰盛的生命的产生。什么叫做放杀家己？放杀家己，就是你约束你家己，改变你自己，放下你原先本来所有的自我，约束家己，放杀家己。你才有法度通去疼别人，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互看到会当疼。人讲的囡仔足古锥、足可爱，但是嘛有囡仔无遐古锥，看到就袂遐可爱。所以疼这个物，你看你太太，你伫恋爱时，哇，逐项拢古锥，骹水、手也水，讲啥物拢好听。但是结婚了呢，你若无忍耐，你拢无法度容忍遐个代志。所以你得容忍、放杀家己，约束你家己，你较有法度产生疼。疼是一个永久的代志，毋是一个短暂一时间，像迄个爱情冲破头的时，迄个一瞬间的时，迄个疼毋是正经的疼，迄个疼是短暂嘛。那真正久长的疼，你得放杀家己，你得约束家己，这会通讲是咱做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代志。咱看咱圣经内面会通讲是世间所有的神学、哲学、啥物经文内面讨论疼。上第一精彩的一个文本吼，咱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40到16节，大家拢真爱读也真熟的听的经文。直接安尼讲，你若注意甲看，注意甲三思，你会发现讲，哇，这听原来这个听是安尼。伊讲听是永远的忍耐，忍耐是足安尼艰苦安尼。吞忍，所以忍耐这是足负面的讲法。要疼在忍耐，明明太太安尼吼，我在忍耐，较当疼，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说辞。疼爱忍耐，恒久的忍耐是一个负面的。佮说来伊讲，疼爱有温足，哇，这是正面的疼，大家有温足嘛。所以第一项讲伊讲疼爱忍耐，这是足无奈、足负面的。第二句讲疼爱有温足，这是真正面的。咱感觉讲应该疼，就是安尼足正面的看法。但是那个看来上会互你真着惊。第三个讲，疼是无怨妒，嘛是负面的呢，袂使怨妒。搁来讲，疼是毋通夸口，嘛是负面的，讲袂使夸口。搁来讲，疼是袂使骄傲，嘛是负面的，讲袂使骄傲。疼是袂使骄傲。搁讲咧，疼是无做歹笑、见笑的代志，就讲无做迄个无礼数的代志，嘛是负面的。搁来讲咧，疼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就是无自私，嘛是负面的说法。听是无懒散受气，啊，无歹性地，嘛是负面的讲，你毋通安尼哦，确实安尼无安尼做，你确实听。听是无计算人的歹，无扣分，嘛是负面的。听是讲毋通迄个欢喜不义的代志，袂使安尼做，你嘛袂使安尼做。听是爱凡事包容忍耐，所以因为忍耐就表示迄个代志足歹忍耐，你爱忍耐，确实听，嘛是负面的。听是爱相信，是爱安尼讲，因为你常在无相信你，所以嘛是负面。所以听，大有逐项代志拢抱一个愿望，忍者，总会出头天，所以嘛是负面的。所以13项圣经，有说哥林多前书13章第40到第60节，咱上有名听的经文，内面讲啥物是听，有13项，中间加一项是正面的，其他10项拢总是负面的功课，讲你毋通安尼，你毋通安尼。若是安尼，你就毋是疼，你就无疼，拢是叫咱袂使有伤抓的自我，爱将家己埋葬，亲像骆驼的尾仔共款，甲你的老我呢埋葬。你在改变家己，你在放杀家己，安尼才有疼。今日下早要来以前，我哋来豆浆店底下食早餐，阮刚太太一套，阿伯佫一套，一太太带伊查某囝来，伊身躯较慢一摆，毋知啥物代志咧，拗念，无中伫身躯迄个笔劈一个，你就是拢安尼拗念，气到要死安尼，大概就是安尼，劈一个，迄个原子要摔过来，迄个太太安尼去捡起来。我相信，伫即个气氛下骹是无可能有疼。你若伫遐烧灭，免哪有疼？你若无伫遐吞忍落来，免哪有疼？无吞忍，无平安。
都无有疼。所以疼真重要就是约束家己，真重要就是埋葬家己，真重要就是忍耐。疼是咱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咱基督徒你讲的信仰，就是咱基督徒上重的信的迄简单过的就是疼。安怎讲是安尼？你看马太福音第22章35到40所出记载一项事，讲法利赛人聚集，其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伊就问耶稣讲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对一条是上大的？耶稣甲伊讲：你来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按旧约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50节所算出来。然后4个福音书拢总有记载，伫马可福音嘛是有记载，加字是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疼主你的上帝。伫路加福音嘛有记载，伊减一项无迄个尽力，伊嘛是讲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所以通讲耶稣伫遐讲，人甲耶稣讲，到底咱基督的信仰疼上帝，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还是讲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的精髓是什么？伊甲讲就是爱疼，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疼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上帝大条的。第二，伊讲嘛同款，就是爱疼人，亲像家己，嘛是爱疼。所以40节伊讲，这2条诫命是律法甲身体一切道理的源头。所以这是咱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对咱基督教信仰上关心的代志，就是疼。毋是某一个，毋是某逐项的宗教，毋是当时逐项的铁学，拢是用疼做精神。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Paul Tillich， 保罗田利克，有人翻做保罗田利西啊 ，T-I-L-I-C 是 Tillich， 就保罗田利西。这个神学家真有名，伊提出一个人生的一个现象，叫终极关怀 （optimal concern）。伊讲，迄个终极关怀就是讲，迄个关怀是无条件的。比如讲，一款关怀是次要的关怀，像咱即摆可能腹肚会枵，但是我等下讲到了煞，你来咱去食饭，迄个腹肚会枵调调无，你就无关心迄样代志。迄款叫做次级的关怀，一款终极的关怀，就是你不管什么情形下骹，你拢会去关心、注意，想要去追求意义的迄款物，叫做终极关怀。伊讲人类上大的终极关怀，就是宗教的需要。伊佮讲信教，就是按路德马丁以后的信教，咱就拢信教。上重的终极关怀，就是疼，甲稳定。什么叫做咱爱疼上帝？因为上帝伊有法度稳定，一切拢爱上帝伫遐来，你得疼上帝。因为上帝有法度稳定，伊叫咱人啊管理世界，互咱人甲同拢是平等的，拢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你互相爱相疼，爱人如己，爱疼你的厝边，所以嘛是疼。所以这是咱基督教的信仰内面，保罗田利克讲，咱的终极关怀就是疼。但是，比如讲佛教，伊的终极关怀敢是疼？咱伫宗教，咱伫即个佛教的场合，也是讲佛教的经文是非常的侪，规图书馆拢是唐藏、唐三藏、唐玄奘去印度请转来佛教文600几本。伊家己去写足侪，大部分你拢看无，伊拢用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所以你看拢毋知影意思。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是啥物意思？波罗蜜多是啥物意思？迄拢是直接按迄个音发过来，所以是真深、真困难的经啊。所以佛教对唐玄宗开始，都有甲这经文，亲像迄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讲：圣经内面对一条第一重要，伊的精华是啥？所以耶稣讲，你著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上帝，搁亲像，搁第二条，你来疼别人，亲像疼家己。这就是咱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佛教的经文遐济，你听逐个阿弥陀佛拢讲遐济，因教有讲着讲是疼，是因的经文的中心，毋是。我头先讲的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就是讲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讲到彼岸，迄个就是讲到彼岸的智慧的心经的一个精髓是要安怎做？拢总220字，底下所讲出来的就是佛教整个思考的精髓跟重心。内面220字就220字，你若有去甲看，真侪咱的朋友亲戚是所说足侪店里，拢有迄个心经伫咧，所以你甲读甲看，
可能无一定看有，但是我简单甲恁讲几句啊。伊的精神就是苦难，伊的精神就是讲人生是空虚的，所以你毋通相信这快乐是空虚，你苦难慢慢上悲伤，伊是空虚的是假；你快乐慢慢上高，迄拢是假。人生就是苦难为主，所以伊讲人生有8苦，8项苦难。第一，生老病死，大家拢知；生老病死4项。第5项讲爱别离，讲你所爱的物的，永远你无法度甲留咧。你囝儿孙伫美国转来，好足好，但是14、20年要转去美国，你爱的袂当伫你的身边。验证会，你所讨厌的，偏偏住伫恁兜楼顶，逐日伫遐哭，互你这样困眠袂去。验证会求不得，你所爱，你爱的遐物，你爱的足水的环境，你要爱足有钱，你求袂着啊。过来讲五蕴盛世，五蕴正四圣啊，五蕴就较困难解说。五蕴就是讲哦，色受想行识，色通来讲色好像敢若是讲迄个色情啊，毋是伫佛教的经文来讲，色是讲物质的世界。所以色受想行识太过旺盛，色太旺盛就是讲你物质的欲望、物质的欲望伤过大，所以人人生摕袂到，所以人真艰苦。受就是你的感受，有人足敏感的，但是色我风吹草动的，刚迄个人伫背后你讲我的歹话，你受感受太敏感，你想当代志都想介济，明明刚刚恁太太做这样代志无啥物代志，拢想讲伊背后毋知是你侮辱我、无尊重我，还是讲心太多，你的心机。讲这个为这个机关算尽啊，所以为了机关算尽，上送的亲生命，这是这个《红楼梦》里面讲，是就是讲你的自我中心太强，就总共有8苦。你看伫《心经》里面，咱上文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就是拢是不够的讲222，你讲。不够的精神，伊的终极关怀，伊上重要的关心的就是苦难，甲人生是空虚。咱较多所读的，迄个马太福音，法利赛的经学书问耶稣，耶稣讲第一条上重要的诫命，就是疼上帝，过来就疼人，哪亲像家己。我按迄个有一个律法师遐个算，拢总94字，内面呢，拢总是讲疼。所以咱感觉出来，咱基督徒的信仰，咱基督宗教，咱基督这个信仰的上重要关怀、上帝主义的，就是疼的描述。咱伫圣经内面，绝对拢是咧讲疼。佛教伊上重要的关怀、终极的关怀、主要的关怀，就是苦难。你真正看到经文，还是讲你伫电视你讲迄个北京的时候，你讲疼。但是我毋是讲佛教徒无疼心，伊按苦难有演出真济，那么嘛有迄个对苦难的对疼的说明，还是讲做行好事的说明吼。不过呢，咱基督徒伊上重的，有嘛有苦难，约伯书内面是讲苦难，但是较强调的是迄个按迄个苦难中要看到疼，按迄个苦难中去认捌苦难的来源，以及迄个苦难要怎解脱的来源。就是疼，就是有上帝疼。啊，人甲人中间有托缘，但是你若有疼人，亲像家己，你就袂有迄个苦难。那但是伫佛教的经文，伊所讲的苦难，讲你无法度道险，你道险袂输讲你离开迄个苦难，但是实际上迄是假，迄嘛是空的。你离开苦难嘛是伫遐，你快乐迄个苦难嘛是伫迄个所在。所以真重要无共，咱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疼。但是咱头拄有读到，咱对疼的解说是负面表列。我讲的13项疼的本质，敢若一项你要有温足，这是正面；其他拢总是负面的，拢总是负面的表列。我相信这若毋是真正对疼有足深的感觉人，写袂出这款的文字。咱想象中疼一定是安尼，足正面、足阳光的。比如讲，你得慈爱哦，你对家厝人爱慈爱，安尼足慈祥；你得关爱，爱对厝边人爱。关心爱疼，你才有情爱，对你的情人，你对世间人爱有真爱，拢是一款形容词，拢是足正面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疼，伫连做13章所讲的真正的疼，就是爱，经过一个负面的约束家己，你才会亲像骆驼的马仔，将自我埋葬，亲像落伫土里的马仔，将你的老我、你的老我。老家己埋葬，改变你家己，
舍己放杀你家己了，你较有听。所以为什么讲咱得亲像落土的麦啊？因为你落土的麦啊，迄个麦啊去到土里内面，伊会经过足多试炼，伊会经过足多改变。你伫遐若无经过遐约束家己、放杀你家己本来啦，你无法度得到平安，你无法度成长伫遐丰盛的生命会这样出来。所以第一重要就是忍耐。咱麦啊落土。爱忍耐，忍耐较有疼心，疼心就是咱信仰的重心。但是你嘛无袂晓落土，第一项就是爱忍耐。圣经内面拢总有68位所在讲着爱忍耐。落土的麦啊，逐粒拢会有遇到无共款的情景。有的人是土伤济，有的人是水伤济，有的人可能是拄着石头，有的人可能沙土，其他等等有的墙啊，有的各种的代志伫遐阻挡伊在改变。伊改变，伊较有机会通上顶，可能迄个麦啊籽伫涂骹咱看袂着。阮伫三秀园遐有足侪榕树，拢100几栋的。我大概伫遐散步，我逐日甲观察榕树足侪树，迄个刺根落来时，伊若有着土，伊按迄个树干落来，一支吼安落来，刺根有着土了，有着土伊就吸收着营养，伫遐种起来，啊，我变个家己变做一个树根共款，枝干啦吼，所以伫遐落来时有可能足多的情形，伊落来时可能都接合水伫遐，落来时可能有其他物动力在转弯，落来时可能有其他的基地在转，伊莫洗过，所以我看迄个刺根落来时，伊无法度地性的地方对啦，有的是厝安尼，有的是厝安尼，阮几百栋的榕树的刺根，就是敢若即个经济落土的麦啊讲，伊伫遐要生长、要长大的时，伊有着真济的情形，有迄个刺根。一时啊，像做安尼尔，但是已经变遮尔粗，伊就生做100倍、1000倍的丰盛的生命出来。伊啥会当安尼做？伊就像有着真济，伊爱改变家己，转一个方向，还是讲无共款，用水嘛会当生活，还是讲拍伫别个树枝顶悬，用别个树枝的阳光，伊嘛会当生活。所以，上第一重要，伊就是爱改变，改变较有法度通成长，改变较有法度通结籽，互你本身变成100倍。1000倍的丰盛。提摩太后书第4章有来讲，讲咱人伫世间爱有100般的忍耐。罗马书保罗安尼讲，患难中爱忍耐。伊嘛佮讲，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才能生出黄芒。落土的麦啊，埋葬家己，约束家己，所以最后得到结果100倍、1000倍的结果出来。忍耐就是无报仇，无扣恨。我会记伫什么哩下卷16章12、17头遮有记载一个故事，我读的是感觉真感动。讲押沙龙大卫的第三个囝伫遐政变，伫遐要杀老爸，大卫逃走。经过一个所在，伊较早设了一大卫顶悬，大卫拢为着嫉妒这设了嫉妒，大卫拢要甲杀，但是呢。伊有伊的设了尾也失败，但是伊有过去的淳朴，所以伫迄个所在有一个过去的将军叫示每，伫遐看到大卫过时就甲骂，所以大卫下骹人讲，这个人甲你骂，我要来杀我死，但是大卫忍落来，所以伫撒母耳记下卷16章第12节，伊安尼讲：检察耶和华，因为我今仔日互这个人骂。就施恩互我，应该安尼讲，今仔日我互这人的骂，但是我有忍耐落来，我无发作，我无发受气，因为安尼，伊就要施恩互我。我相信忍耐实在是听内面真重要一个功课，因为你经过忍耐了，你就会得到安静，你就会得到和平，伫家庭内面，伫学校、伫社会，拢是共款。我家己有足深刻的经验，就是讲，这个忍耐功课真正无简单。我伫职场顶悬遐济当30当伫职业场合，我真正有几届，我发现即摆年老半退休，回想过去的职场的生活，感觉我真正过去是较好慢忍耐。曾经我本来是做某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起某摆一个拍个桌子，我就辞职不干了。但是尾后我发现讲，迄个组织内面有一个辅导我的长辈，伊迄阵是受足大的侮辱，但是伊真正忍耐，尾后伫迄个足大迄个公司，
伊要来做总执行长，经营的事业拢总5、6千亿伫个手头，伫咧运作。伊迄时阵也无忍耐啥，伊无法度结出一个100倍的成果，按一个管40、50亿的公司变做往5、6千亿的公司，若无安尼，伊无迄个成就。但是我因为一拍桌子，转头老子不干了，离开了，我送去这个机会。所以忍耐这个功课真正，你若有忍耐，开咱100倍、1000倍。所以大比伫遐讲，我今仔日互这人骂，但是耶和华上帝看到我有忍耐，可能就会施恩互我。有一个笑话安尼讲，这是笑话啊。讲有个美国人摕地去美国一个中国餐馆去遐食饭，啊，炒菜欺负迄个捧菜来迄个，毋知台湾来、中国来的留学生，啊，这个留学生大概拢笑安尼。忍耐落来吼，啊，几届了，即个几个美国人呢，因感真歹势，讲就甲迄个留学生回信咧讲啊，我那是对伊足无礼貌吼，啊，以后袂搁再欺负你啊，啊，即个留学生过去拢忍耐落来，啊，即个听到安尼了，心情真透棒，所以也真欢喜。即个留学生竟然甲遐个美国人讲，那安尼，我以后嘛无要伫恁店内才甲恁配喙了。啊！听的第一个功课是忍耐，无忍耐，常常就会消灭。变哪有听？亲像今仔日下早伫迄个早餐店，伫迄搭绝对是细项代志通定，伫遐摔倒啊，伫遐消灭。我毋知迄早起，今仔早起，翁某还是因的家庭，包括因的祖家，要安怎伫迄个家庭里面有迄个听？听的第二样困难就是讲袂使夸口家己。咱不是为着咱家己的水、强壮、钱财、学问、成就、敬虔、才气、聪明，伫遐来夸口。但是保罗一再甲咱解释、甲咱讲，对世间来看，我已经定是一个中，我无夸口任何代志。咱毋通有夸口的言论，这是第二项。咱要埋葬家己，咱要约束家己，咱要将咱老我像着麦啊伫土里甲款，甲变化改变来，咱第二项爱注意。第三就是袂使骄傲。箴言第6章16、19、19节，你敢知耶和华所万切有对象？箴言第6章16、19、19节有记载讲，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项，耶和华所受气无爱看见有6项。第一项就是骄傲的目睭，名列第一名就是骄傲的目睭。第二项讲白菜的籽啊，吼，等有6项，我习惯了，我无要看，无要讲，恁大家家己看。所以第一项，上帝耶和华上痛恨的，就是骄傲。排名第一名就是骄傲、傲慢，心中家己有盲点。恁看到兄弟目睭内有一个刺，毋知家己的目睭内有一支影仔伫迄个所在，遐大颗，拢毋知，拢家己心中有盲点，看到别人的问题。拢伫遐骄傲讲，我拢无像你安尼。真济人的防卫心真强，真济人对别人的看法总有歧视。即款的人容易有骄傲的心情。咱要做一个埋葬伫土骹落土的麦啊，伊敢会当去选择讲哈，我比你另外一支手较好，所以我伫遐会当应该我伫发展，无可能。因为迄个物就是伫迄说，你伫遐遇到困难，遇到无法度的代志，你伫遐改变，你伫遐追求边啊较好的资源互你，所以你毋通骄傲家己。过来是讲袂使受气，受气，我感觉是咱基督徒真有趣味、真趣味的一项题目。是毋是基督徒，就是拢袂使受气，逐项代志拢爱逆来顺受，像尼采所讲的，敢奴隶的哲学。其实你也注意看圣经并毋是安尼。有所第4章第26节安尼讲，你受气却袂使犯罪，毋通含怒到日落。上帝莫受气，伊做人，但是看人伫遐背叛，伫遐有罪，所以用大水来淹世间人。伫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战备是发言员，耶和华有听去，圣经记载讲，就怒气发作。上帝莫受气，耶稣嘛受气。伊去到圣殿看人伫遐咧卖米，伫遐咧换钱，受气讲甲圣殿当做生意的所在，伫遐崖边咧拍遐个人。较有趣味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50节讲，咱头拄仔讲，不要轻易发怒，毋通滥散受气。大家有注意到无？伊讲
唔是讲袂使受气哦，伊讲唔通轻易发怒，不要轻易生气，不是说不可生气。雅各书第1章19节嘛真趣味，伊讲我亲爱的兄弟啊，恁逐个人大听大紧，讲大慢，然后上面一句慢慢地动怒，会使受气，但是爱慢慢地动怒。诗篇记载讲，上帝受气是一瞬间，但是稳定是一世人。人的受气，你的情绪的发作，上帝圣经内面知影人有个情绪发泄需要，会使受气，但是你受气，你袂使犯罪，你袂使得罪人，你袂使含怒到日落，你得慢慢啊受气。所以咱人爱亲像马仔落土，爱忍耐，爱亲像马仔落土，遇到各项代志，毋是讲我一过来这只要头我做袂过，我干脆家己吊灯卖个换落，毋是安尼。你得去克服，你得改变。但是忍耐毋是讲凊彩固在学袂去，你嘛是会使受气，但是迄受气是爱慢慢啊受气，安尼较对吼。所以受气也是讲忍耐，这个基督徒咱讲听做这个信仰的重心。所以文士来问这个改变的时候，耶稣引用申命记内面所教示的，甲因讲爱尽心尽意尽性听主的上帝，然后搁爱听人亲像家己。这是旧约的教导，伫耶稣新约底下去讲一摆。所以听，也是甲马仔伫遐落土忍耐改变是真重要一件代志。所以因为真重要，所以我有当时看这个圣经的时候，甲同款的物摕来比较的时候，有当时小我怀疑讲，耶稣是毋是尾啊有小可改变爱人如己这个看法？因为听太重要。你来想看觅，我自我的心甲想讲，恁来听人亲像听家己，你敢知有人对家己足苛刻呢？伊若足苛刻，对家己上，伊对别人嘛用迄个标准去听伊的人，听伊的迄厝边来讲，可能敢若甲迄个听限制一个关头都听到像我听家己安尼就好，安尼像迄个听可能无够完全，无够完美，所以我家己安尼怀疑。伫约翰13章的34节。耶稣要上天以前，伊讲我赐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恁爱彼此相听。安怎彼此相听？我安怎听恁，恁也爱安怎彼此相听。所以，得用我听恁的方式来听恁彼此家己，爱听别人听你的厝边，得用我听你的心，听你的方法来听。我听你够限制，我听你是无限制。上帝听是无完全无限制，真大为着你甚至甘愿去定死一个死。所以爱人如己，会甲迄个听限制伫听我家己迄个程度就好。我有感觉，咱爱人如己可能无彼此相听，亲像上帝听咱遐尼重要。所以我会感觉耶稣伫遐个特别强调讲，这是一条新的诫命。伫马太福音书来讲有2条，一条听上帝，一条来讲第2条共款重要就爱人如己。但是伊伫要上天以前，伫约翰福音13章34节来讲，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来彼此相听，就像我听恁同款，安尼来彼此相听。所以听的定义就是安尼，伊的标准非常的悬。咱的生命要丰富，咱的信仰上帝重要讲，你也没有丰盛的生命，你得放杀家己，你得有听，得放杀家己，约束家己，你才会当有听，你才会当伫上帝所讲咱规个信仰的精髓，伫迄个所在就是听，要听。你就是要放杀家己，要听，你就是要亲像马仔落伫土里，安尼埋葬家己，较有法度。但是，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安尼记载，讲我来是要互羊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所以，丰盛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讲。恁在靠主常常喜乐，伊讲我搁讲，恁在喜乐。你要问讲，世间这样济苦难的代志，这样济重大，我伫世间里行走，我伫家庭、伫学校、伫需要，有着遐济苦难，我要安怎喜乐会起来？无毋对，你若靠家己是无可能喜乐，无可能得到永远的平安。但注意，圣经是安尼记载，伊讲你要靠主常常喜乐，你在靠主常常的喜乐，毋是叫你靠家己。毋是叫你做好事，毋是叫你靠有钱、靠查某囝，还是靠老爸老母、靠景气、靠运气，还是靠意外得着奖券。拢毋是这，伊讲你要靠主
来伫遐靠有咱大喜乐，所以咱在放杀家己，非常的困难。你来埋葬家己非常的困难，所以你来克住，你较能克服埋葬家己、放杀家己，安尼你看咱就喜乐甲平安，安尼咱的信仰，咱较有听，咱有听上帝，有听厝边的人，安尼就是基督教示咱的。主祷问讲，伫地人亲像天里，伊的天堂要伫地人实现，大家安尼较有法度。有一个法国的有名作家叫做纪德。记得是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伊真爱用圣经内面迄较特殊的迄个句吼，来做伊的迄个册小说的名。伊一本册叫《如果马仔无死》，伊讲马仔无死，有原是一粒马仔。你唔愿放下家己的欲望，唔愿放下家己的自我，你的生命就是自私，你就无法通开展，你无法通演算，你的生命变作无意义去。伊内面用这小说内面男女的关系来用这个形容这款，你若无放杀家己，你若无互马仔死了，你就有这个情形，会用这一做小说的一个名。生命来经过磨练、淬炼、试炼，你才能成长，你才能百倍、千倍的结子。生命若无落土，伫遐放伫遐久，只是一个腐烂的麦子。所以你在伫遐经过埋葬家己、约束家己，伫遐为着放杀家己的一切，来伫遐得到成长。啊，这就是咱讲，这条路是歹行的。所以另外一本小说叫做《窄门》的下门，就是马太福音内面讲，恁在行迄个下门，迄个下门是靠永远的画面所在，但迄个门是下，路是细条，找着人也无多。所以另外一个小说伊叫做《窄门》，落土的马仔所行迄条路。就是下的门，真歹行，爱努力。天国是努力来的。马太福音内就记载什么是天国？伊讲天国是爱努力才得到。所以同款，咱基督教的精髓，毋是你讲苦难，毋是讲世界是空虚，是讲疼，爱有疼。伫迄个所在有疼，但是边仔有疼，你得干那马啊落伫土里成长，限制家己，约束家己，放杀家己。行你的下门，迄条下门伫迄说，你也行去。今仔日我请教大家，你敢有找到你的下门一对？你敢有行伫你的下门内面？嘛要请咱教会，咱教会下门一对，咱敢有准备好？教会要变做一粒麦啊，落伫土里，伫遐约束家己，牺牲家己教会的利益，伫迄个所在来通互生命发光、做光、做盐，互世界更光明、更有滋味。我常在去欧洲旅行的时候，经过真济去欧洲就是看教堂。我伫香港嘛看，迄天主教互我一点足欣赏的，因为教堂是不时拢开咧。互你入去伫迄个所在安静一个角落，你若是要去摕蜡烛也好，也无摕，你遐坐踮迄个角落，可能有一个过电话跪伫遐，伫遐足安静伫遐，甲上帝交陪，还是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就好。但是这要付出代价，可能有足侪管理的问题，可能有足侪人的批评，可能会失去真侪物。但是教会，我会感觉迄是真水。我毋知今仔日咱伫台湾的长老教会有几间教会是7日24点钟拢开门，互人有需要人入来到遮，拢总无人，一个人坐伫头前，伫遐可能跪伫迄个所在祈祷，互伊心会当得到平安，互伊心伫迄所在得到安宁。咱教会敢有找着咱下门，咱要行迄条下门无？因为迄条路是歹行的路，是真少人找到的路。今仔日伫台湾并无人安尼开放，是真少人找到。但是咱敢有找到迄条路？咱嘛要互咱的福音，咱互咱的对信仰的投入，对信仰的坚信，要扩大伫这个台湾这个世界上，教会是毋是要选择牺牲家己本来想法？牺牲家己的利益，牺牲教会方便，伫遐埋葬，亲像麦啊，伫遐来长大，才能大家会当对这个问题来思考。你家己有行伫，你会应该行下门无？教会有行伫，教会应该行下门啊无？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有教示阮，我来约束家己，我来放杀家己的生命，来完成听，完成你所教导阮的新的命令，就是爱亲像你听阮一样。来听阮的厝边，
主啊，教示阮，这是困难的功课，这是一个门。阮伫遐要行这条路，这个路真少人行，但是阮知你要行这条路，就是还勇气，还有生存的勇气，而且真勇敢行这条路，完成阮陪阮的是一个来对你的使命。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三角来吟回应的诗，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会当讲。
请起立唱奉献诗。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阮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名，愿你接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来报告，请正气长老报告，阁介绍新朋友。首先，咱来欢迎今日的新朋友，何月轩，毋过一下，因来遮佚佗啦吼，湖口教会啦吼，湖口长老教会，另外是陈淑娟一家伙，敢有？个周先生，翁甲囡仔啦吼。是丰谷长老教会，嘛是来看朋友啦吼，欢迎来跟斗阵礼拜。这是我来报告今日的本会消息。感谢所长长来讲道吼。牧师今日去新德教会，因代替中华教育部去教我讲台。嘛欢迎新生小师班啦，谢谢来咱献诗。后礼拜15号我们要召开临时和会，这会友来注意吼是10点，因为时间前较长，行去影响中昼大家休息的时间，所以提早5点钟来应该是就开始点名啦，吼，直接阮伫头前就点名。选举了就是新年度当工吼组织来改变，所以随中昼就随伫7楼来召开中执会来调整组织。伫7月开始吼，咱有加一个干事部分时间的同工啦吼，苏雅婷姐妹。伊替咱做遮迄个多媒体的事工，网络征讨的消息啦，吼，咱的消息发布，即马拢是伊咧做，伊嘛是即马嘛替咱伫有时嘛替咱伫楼顶咧调做音控，伊即马有加入各团契小组啦，吼，那所以各团契如果有什么活动，然后有一寡相片啊、影片啦。拢再交互伊，阮会使发布伫咱的网站顶头，互大家拢知影了解吼。在迄个初五圣礼典嘛有要受洗的人来，请大家来报名啦吼。过来迄天嘛是电工重阳节主日啦，吼，就初末，所以会送迄个礼券吼，60以上，65岁以上啦，我搁差几年啦，我很快可以了。以上的礼券双联团去新年度会长即嘛是李敏泰长老，表拜托上好今日就办的吼，后壁文俊长老迄边嘛甲你收单
爱办保险啦，因为只要离开教会就我活动，咱呢，阮有替各位会友来做保险，但是保险就爱你的生日甲你的身份证字号码，所以到我都给你办，所以一定要听大家爱填资料，感谢。信和小说咱已经第2年度的后半年啊，所以是第4期。10月开始了，阮有3组，第1组是好所在，第2组是运动很幸福，第3组是社庆的。时间大家看，请大家来斗阵关心啦，邀请best， 阮讲好朋友啦，来亲戚是朋友都无要紧，或者来同事啦，来做阮的 best， 这个报几下摆保利基督教北面伫阳明交通大学有办迄个慈善音乐会我看楼骹迄个认购表佫是空啦所以大家来看来个踊跃来个支持者虽然长老营的3秀园21号、22号、28、29有4天啦迄个演出。嘛有票券，迄是给教会特别优惠价175元，会使甲干事来登记啦中正教会新牧师要就任10月15，下口已经报名表顶头已经有1个人填，大家斗阵去甲庆祝安尼。好，不过甲还佫一个，这是张我无看咧，好对，迄个。中会有办迄个松年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伫桃园啦，杨梅幸福路时尚美食馆看要去的人，大家踊跃来参加。好，谢谢。3秀园的活动，请苏长老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各位兄弟，可能真侪人知影几天前我搬去伫婚姻，但是我会者个即个所在所以我伫迄个所在伫2014年，我有买一个花园起来是4公顷还是一个真老的花园，内面拢是几百栋的树甲老厝伫遐有水也有小假山等等，我伫遐甲经营做一个文人的花园伫遐有用真侪资源甲时间落每一档差不多种植者过了1个月左右呢，因为天气较好，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草坪，拢会伫遐举行音乐会。我感觉这个花园内面足侪自然的景观所以像圣经讲，像你所做的物咱明明看到上帝的神性伫迄所在。你若逐日伫遐咧行的时候，你看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我感觉这是天父的花园。所以我每一档伫迄个演唱会了呢，拢会互大家做伙唱。天父的花园这条歌，这条歌是我较早的母会伫台南台湾教会一个姊妹，兼我足侪会姊妹所写的一首歌。我每一档伫遐传唱。今年这12月21，阮今年是较大活动是拜六礼拜21、22，佮过夜拜六礼拜28、29，拢总有4日呢，伫遐叫艺术节活动。21迄一日就是请迄个瑞士的苏黎世大学交响乐团弦乐团来遐表演。伊的指挥就是演员拢知影海辉之最后弟子是迄个指挥，然后伫迄个所在要来表演这种个听因伫瑞士伫遐咧练习所以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每一日拢还佫有遮足个市集，伫遐足侪趣味的米通买通食所以拢总有4日的时间迄个。今年因为足侪拢是人国外来尊重这个艺术家，因讲袂使无收钱，敢若对因无尊重所以阮过去就拢无收钱，今年有收钱但是我有个上俗的方法，那准是对教会来买是打7折，175块1张门票，哪一天你都可以去。当我过年21号，可能你来讲真有可能伫21号迄个苏黎世的音乐苏黎世大学弦乐团来表演，才会当来参加迄个175个人，其实还佫有包含50块的迄个购买券，所以实际上你付出的是125块。我们普通的门票就100块，所以是差足少的这个机会啦所以若种有趣味的人，阮互教会优惠价就是这个价钱。希望你会当来。阮真侪时常伫迄个所在，阮迄个祖先所伫遐创造伊的花园的设计是根据《桃花源记》的迄款
情形去设计。所以我常常讲，这是来阮迄花园行是一日桃花源，是一个天赋的花园。我经过咧，大家若有时间让你来参观，来参加这个演艺会。不过因为有较远，所以恁大家可能爱想办法做伙坐车是啥，个交通的问题爱解决哦。好，安尼牧师叫我去补充报告一下，我直接简单来报告，多谢。请咱三角来吟祝福车恳的诗，信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请所长了祝祷，请起立来吟。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